佢編造咗一個謊言，話自己有新歡，然後提出分手。但係佢冇新歡，佢係唔想女友陪住佢捱苦，所以選擇用呢個謊言讓她離開。呢個人係黃又南。近日有網民喺泰國曼谷四面佛參拜時，巧遇黃又南喺現場虔誠還神。相片中的他身穿簡約服飾，閉目合十，神情專注。網民留言：真人好有型，保養得宜，身形健碩。但係黃又南而家對住四面佛許願，或者係感謝，或者係放下，或者係繼續祈求力量，因為佢走過嘅路唔係一般人走得過嘅。2003年，黃又南嘅父親生意失敗兼患病，欠下700萬港元巨債，佢係孝子，決定一力承擔，替父親還清所有債務。但係當時佢同女友已經同居，一起生活，感情穩定。面對漫長嘅還債之路，佢做咗一個令自己心如刀割嘅決定，唔想女友陪住佢過苦日子，唔想浪費她嘅青春，所以佢編造咗一個謊言：我有新歡。就係呢句話令兩個人分開。你覺得一個人為咗讓對方自由，選擇用謊言分手，係一種愛定係一種懦弱？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嘅睇法。2003年到2009年6年時間，黃又南一邊打拼事業，一邊還債。6年後700萬清零，而前度亦早已組建幸福家庭，育有2子。黃又南知道之後坦然感到欣慰，見到他幸福，我也高興。兩人最後亦大方釋懷，做返朋友。當初那個謊言換嚟了他的幸福，黃又南覺得值得。走出債務陰霾之後，黃又南冇停下腳步。近年電影市道低迷，工作量大減，但佢冇令自己停落嚟，因為由細到大都中意揸車。佢自強不息，陸續考獲咗的士、小巴同埋城巴等多張駕駛執照。佢兼職揸巴士，甚至挑戰揸電車，其實係為咗自己營運嘅 YouTube 頻道拍節目。佢坦言想用另一種方式，唔好同鏡頭脫節。等觀眾唔好忘記佢呢份永不言敗、自我增值嘅打不死精神，令佢成為圈中人尊重嘅榜樣。同一時間，佢亦未放棄演藝夢。呢套拍低咗好多年嘅電影《再見 UFO》，終於喺2026年正式公映，更為佢帶嚟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嘅提名。呢個係業界對一個喺逆境中從未放棄嘅演員最好嘅肯定。感情方面，走出6年還債嘅陰影之後，黃又南面對媽媽嘅催婚，坦言而家先至真正有條件諗感情嘅事。佢話擇偶最看重孝順，對年齡、圈內圈外都持開放態度，一切順其自然。一個替父親還咗700萬債，用謊言送走心愛嘅女人，喺最困難嘅時候仍然考車牌，自力更生嘅男人，最終嘅擇偶條件只係孝順2個字。呢份簡單係幾十年磨練出嚟嘅清醒。而家嘅黃又南喺泰國四面佛前合十祈禱，神情平靜。或者一個真正走過苦難嘅人站喺神前，已經不需要求太多，只是靜靜地感謝自己熬過嚟了。你覺得黃又南當年用謊言送走女友嘅決定係一種成全，還是一個遺憾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。